甲竹仔无关系的竹站饼。竹站是新竹的古地名，讲新竹以早是用竹仔围做城。对这点，我真怀疑。自古早都拢毋捌听过新竹有啥物竹仔的产业。原来是以早斗甲平埔族有一个社的名，甲竹站真共音。当时长山内的人，就甲这个所在叫做竹站。新竹有三宝：贡丸、米粉、竹站饼。有一句俗语讲：脚行才会当到倒吊岭，好命才会到竹站饼。可见讲，竹站饼是偌尼啊好食咧。竹站饼是伫西元1898年，有一位吴长范女士发明制作的。原底伊踮伫城隍庙前摆摊，卖法粿、红菇、肉粽、糕仔饼，种种的点心。伊想讲，若甲一般人平常时较少食会到的猪肉放踮饼内底，人客一定会真爱食。所以，伊创立新福镇饼店，将糕仔粉、冬瓜糖、肥猪肉、红葱头、两汁、猪油、糖甲白馍仔，遮济济的配料搅互伊焦匀，烧做一条一条，搁再切互细块细块做瓚。饼皮是用面粉、糖、盐甲麦芽糕做成薄薄的，用火烘半点钟久就好势啊！这就是出名的竹站饼啦。伊甲碰饼无共的所在，是有一部分并无完全包伫饼皮内底，而且饼皮松松软软，内瓚嘛软软，香味有够，咸正拄好，阁袂感觉油。这款饼完全纯古法制作，坚持无放防腐剂。以早是有钱人才会买来做四手仔食点心。即阵真侪人若到年仔节仔要送礼，也是带新娘做生日，拢会提早来订。竹站饼甲贡丸、新竹米粉，拢是新竹在地人共同的记忆。作者：陈宪国。